其实饲牛啊，伫咱台湾其实非常的早。其实差不多伫17世纪，郑成功来到台湾的时候，伊就把这个饲牛啊这个技术引进来台湾。可是引进了并无成功，并无发展起来。等到差不多1890年，就是光绪12年，像咱台湾建省的时候，有一个第一任的迄个巡抚，或者刘铭传。刘铭传嘛想要发展这个饲牛的这个事业，所以伊就伫大稻埕成立一个叫做蚕商局。甲地方的人士、甲邦桥林家、甲李春生因合作，可是嘛无成功，所以其实饲牛啊一直发展无好势伫台湾。咱台湾最主要迄个丝绸的迄个原料大部分拢伫中国的浙江还是江苏进口来。等到台湾牛仔的发展，其实是1895年日本时代开始。日本有来台湾做过调查，伊感觉台湾适合饲牛仔，过来伊一直想要发展这个饲牛仔的事业，所以伊就真积极开始来进行饲牛仔的工作。所以台湾的饲牛仔就进行一波的迄个高峰起来。其实日本到尾手当然，这个国民政府来了后。其实饲牛仔事业，佫找落一阵仔时间。可是咱到民国62年的时阵，政府为了要发展这个农村，所以伊就成立一寡迄个饲牛仔专业区。所以饲牛仔佫有一波的发展。这第二波的发展，可是到民国70年了后，其实咱的饲牛拄土城有讲，其实就是最主要单一市场伫日本嘛，日本无爱甲咱买。所以这饲牛仔渐渐就一直衰微落，到即摆强要这产业强要伫台湾消失，大概是安尼。拄则有讲到迄个饲牛仔有设一个专业的这个生产区啊，这个生产区其实咱伫这种图卡当中会当看到，比如讲亲像苗栗啦、南投、嘉义、台南、屏东、花莲、台东，拢总有这几落个吼。这个几个所在啊，因为其实你看，比如讲苗栗伊较挖北边啊，包含就是讲屏东其实是较挖。就是南边其实这两个温度其实是差真多。为什么也设伫这几个所在啊？日本来做过调查了，也发现台湾第一，伊的气候真适合饲牛仔。伊日本伊超过一年敢若使饲两遍的牛仔尔。伫咱台湾超6遍到7遍，甚至有7遍以上。因为咱的气候适合，所以伊的集中，其实你会使发现，伊集中伫咱台湾的中南部。气候较烧热的所在，牛仔树会生团，就讲生长较紧，牛仔生长嘛较紧，这是重要的原因。佮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咱台湾适合饲牛仔，就讲咱台湾是个海岛，伊有迄个隔绝性，所以伊外口的迄个传染病袂传入来。所以其实最适合的，所以因为是安尼，所以咱其实。伊会选择咱台湾作为这个牛仔的发展的重要基地，甲日本合作，其实就是安尼。原来是安尼。